講到世界盃，邊一隊波最能夠令到香港球迷滿心歡喜、滿心期待，又最容易令人心碎嘅呢？一定係英格蘭。自1966年啦，第一次捧盃之後啦，去到之後嗰幾十年 ，It's Coming Home 再演變成12碼魔咒啊！每一次咧都令人充滿希望啦，但係咧每一次咧都會喺呢個淘汰賽遺憾止步㗎。不過今屆嘅三獅軍團咧就唔同啦。關關難過關關過，終於再一次殺入8強嘅賽事啦！而打喺佢哋面前係一隊非常熟悉又絕對唔好惹嘅對手——挪威。今場8強大戰咧，焦點一定擺喺挪威嘅黃金一代身上嘅。首先要數嘅啦，就一定係有所有英超後衛嘅噩夢啊，有入球機器之稱嘅夏蘭特啦。咁佢嘅門前觸覺啦，同埋衝擊力啦，一個人咧已經可以撕破晒成條防線嘅。加埋兵工廠嘅奧迪加喺中場派牌，以及啦其他一啲新星啦喺側翼度支援啊，呢3股北歐嘅勢力咧，絕對可以撕爛英格蘭噶。咁不過講到尾啦，喺香港球迷心底裏啦，最偏心、最心儀嘅，仍然都係三獅軍團。點解咁支持英格蘭呢？因為呢隊三獅軍團咧有足以抗衡嘅王牌同埋獨特嘅戰術。首先就係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哈利簡尼，咁咧作為前鋒嘅佢啦，係一個多產嘅射手嚟嘅，而且咧佢經常客串10號位，會翻去中場啊，拉控翻對手嘅防線，可以為球隊啊戰術嘅核心所在。比寧咸非常之年輕嘅一位新球星啊，精力無限，非常跑得，擁有 box to box 嘅衝擊力啊！佢嘅後上插入啦，往往係挪威防線啊最難防禦嘅一位球員。比福特係一位啦非常之犀利嘅門將啊！平時咧好似好激情澎湃咁，但係一到呢個大賽咧，佢嘅神救同埋指揮防線嘅能力啦，絕對係英格蘭最後一隊護城牆啊！相信啦呢一場大戰啦，英格蘭會善用佢個中前場嘅高位逼搶，加埋啦哈利簡尼嘅策略啦，以及啦兩翼嘅速度配合埋一齊，同挪威上演一場對攻大戰。而今屆世界盃咧都多咗一個幾得意嘅新球嚟嘅，就係飲水 break 啦。咁就喺上下半場嘅23分鐘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個 break 俾啲球員咧飲一飲水嘅。咁啊，球員邊飲水，領隊咧就邊喺側邊咧指指點點，重整旗鼓。咁上嗰2場啦，英格蘭就係靠呢個飲水 break 嘅時候啦，領隊一指點咧，成個格局就打開晒啦。咁對於呢一個安排啦，英國嘅一啲名宿啦或者領隊咧就指出啦，對於一啲進攻流暢嘅球隊啦，呢個飲水 break 咧係會打破到佢哋嘅節奏，好似唔係幾公平咁話。唔知你哋又點樣睇呢個飲水 break 咧？對於呢一場咧，英格蘭對挪威嘅8強大賽啦，可謂強強對碰啦。我之前都講過啦，我覺得咧，因為佢哋兩邊咧都有非常之出色嘅神射手啦，我會覺得咧係會有強攻嘅賽事嘅，咁可能會出現2-2或者3-3嘅局面，咁咧甚至乎咧係需要去到12碼去決勝負嘅。咁啊，作為球迷嘅我哋啦，梗係希望睇到呢啲咁驚心動魄嘅畫面啦，千祈唔好話我燈啊吓，呢個只係我嘅預測。我咧最後覺得啦，因為有畢福特嘅神救啦，英格蘭係會順利淘汰咗 even 擁有夏蘭特呢個怪物嘅挪威嘅。嗱，我唔知你點睇，我就咁睇啦，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嚟得個啦，我都係減粗嚟嘅。